度有個陳華棟排隊馬早餐嘅時間啦，阿陳同就開場白，梗係交俾你㗎啦。有咩淋淋滲滲嘢啊？咁啊，喂，會唔會聽日嘅場地有少少變化咧？落緊雨，蒙蒙雨，可能有機會嘅，因為暫時見到馬會個泥地掛牌已經係濕漫地㗎啦。咁就講翻少少淋淋滲滲嘅嘢啦。咁就聽日就頭場一把時間12點半嘅，就跑11場嘅。2場泥地就係第4場、第10場，另外7場草地嘅。草地暫時掛牌好地啦，泥地暫時掛牌頭先都講啦，濕漫地嘅。咁就草地就用 B 跑道作賽嘅。另外大家留意啦，5場11加州星馳就退出咗嘅，後備補上係連冠王騎師係希威森副榜133磅嘅。另外9場11觀眾之力就退出咗嘅，咁就今日先退出啦，所以冇馬補上啦。另外大家留意啦，停賽騎師何永年、黃寶利，停賽復出騎師潘頓同埋潘明輝兩位嘅。第二盤嗱，如果聽日嘅泥地，聽日跑有水嘅泥地咧，又即係變咗咧，又好似又加添咗一個難度咁，又要度埋呢一範嘅，跟住其實都幾頭痛啊。同埋你可能泥地有時就你外面冚，即係全部抄晒出去外面嘅，有時就你放頭嘅，真係唔知咩環境，所以大家就真係投嗰2場咪睇下咯。不過2場嘅，2場嘅。係咯。即係嗰個頭痛時間就2場嘅。好啦，講各場呢個排隊馬早餐啦。咁啊，第一場呢場5班1400米賽事，咁啊多人排隊咧就1號嘅線路神話，2號嘅文明之星，就5號嘅八正道同埋8號嘅威力勇奇。多人排隊嘅一對馬咧，就2號嘅文明之星同埋8號嘅威力勇奇，兩隻都係處女馬嚟㗎喎。咁就暫時講緊1號線路神話就用咗潘頓，但係就冇磅減啦。咁就之前黃寶利就贏咗啦，呢場就用潘頓啦。咁就自然就會係最熱㗎啦，檔位好26蚊嘅獨贏嘅。咁就另外文明福星71蚊嘅獨贏，再跟住5號馬八正道17倍。另外8號馬講緊呢隻威力勇奇64蚊嘅獨贏22蚊嘅位置大熱反而係文明福星喎20蚊嘅位置，大熱門嘅獨贏就落咗喺線路神華身上嘅。嗱，我哋國強咁3大熱門咧就唔會話大熱，譬如我呢場3大熱門128，我哋就唔會咧就譬如要大熱就即係講嗰就行先嘅，即係順住3大熱門嚟先。都係嗰3隻㗎啦。嗱，呢3大熱門咧而家介入賠出咧就1號嘅線路神華上次有人排嘅，2號嘅文明福星上次有人排。8號個威力勇記上次嗰個第3冇人排，我幾中意呢隻馬嘅威力勇記。嗰樣嘢上次我買咗㗎，我自己就買咗批嘅，咁30幾蚊，我覺得都幾，我即係呢隻馬即係喺呢組馬嚟講係算仲有個進步空間喺度咯，即係潘明輝3檔上場係嫌留後咗少少嘅，出閘係有少少支支咗嘅，大家留意下啦。咁但係佢前一場跑呢、這個1200咧，佢就擺前喎，即係所謂前後試準。嗱，雖然有人咧就喺呢場賽事提出個疑問。喂，陳華棟跑3場1400冇益，但係嗰3場根本都未再作戰水準狀態。咁呢隻馬係持續少少嘅，叻唔叻呢場賽事應該係睇到嘅。叻就唔會好叻嘅，但係呢班係喺呢站馬裏面足夠。但係話首先呢場賽事我哋買咗你叻咪得咯，係咪先？呢場叻你下一場唔叻唔緊要，下一場都唔叻都唔緊要。即係呢場我哋買咗要叻。係啊。咁啊第2場呢人4班就1000米賽事，咁啊多人排隊咧就1號嘅超平凡，就3號嘅幸運旅程。5號嘅呢個初出啊，常發財同埋6號咧已經出過1000跑第4呢嘅團結勇士嘅，都係排隊嘅一對馬都係質素新嘅。5號嘅常發財同埋6號嘅團結勇士喎。咁就講講現階段嘅賠率啦，現階段嘅賠率第2場啊，咁就超平凡就85蚊嘅獨贏啦，再跟住就3號馬幸運旅程啊，68蚊嘅獨贏，位置係佢大熱過19蚊咯喎。另外5號馬常發財啊，咁就27蚊嘅獨贏，20蚊嘅位置。第2個常係嘗試即係用個口去品嚐個常啊，咁啊跟住6號馬團結勇士89蚊嘅獨贏25蚊嘅位置，大熱門嘅獨贏落咗一隻新馬喎，常發財嗰度喎，位置大熱就反而就幸運旅程啦，棟哥。嗱3大熱門呢就1號嘅超平凡，就3號嘅幸運旅程同埋5號呢隻嘅常發財，常發財大家都知啦，初出馬咧就上次根本就未出過賽嘅，所以就唔能夠講話有冇人排隊。餘下嗰2隻咧超平凡上次91復出有人排，但係因為賽後咧發現呢隻馬喘名嘅，如果計起上季呢個路程贏馬嘅提出同埋姿態係幾輕鬆。初出嗰場嘅真係。但係真係喘名真係唔知點啦。嗱，至於呢個幸運旅程咧，就真係玩一玩嗰啲馬迷喎。嗱呢隻馬咧前次沙田1200爆冷嘅有人排，嗱上次去翻最強後最強嗰個花入谷1200冇人排喎。係啊。咁啊，所以大家呢隻馬留意下，聽日有冇人排隊？咁啊，大家留意下臨場嘅上下半場嘅排隊情況啦。去到第3場啦，嗱4班呢場係1200米賽事，咁啊多人排隊咧就1號呢個英雄戰歌，就2號嘅天天更好，5號
睇下先，就係3號呢隻陸小鳳啊，同埋呢隻咧就9號嘅嘉應勇士，都係排咗隻2、3啊，天天更好同埋呢隻陸小鳳。哇！大家留意啦，咁就1號馬英雄戰嗰度大熱門㗎啦，28蚊嘅獨贏20蚊嘅位置，天天更好喎。輸完一場之後即係呢場馬暫時係35倍喎，唔知係咪潘頓？喂，上一場5倍喎，上一場4倍幾㗎開飛，跟住臨尾都係回到5倍，啲飛都唔似。嗱，大家唔好睇個賠率咧，就打動咗你哋，動搖咗你哋嘅對於呢隻馬嘅睇法。即係如果你中意呢隻馬的話，呢啲馬應該跑一場嘅，跑一場進步好多㗎啦。咁睇下，當然睇下臨場上下半場排隊啦。我記得即係一陣都講啦，咁啊隻2號，咁跟住就再跟住就係3號馬陸小鳳89蚊嘅獨贏31蚊嘅位置，9號馬嘉應勇士啊58蚊嘅獨贏15蚊嘅位置，大熱門英雄戰歌獨贏28蚊，大熱位置9號馬嘉應勇士。咁啊，呢3隻而家現階段3大熱門咧，1號嘅英雄戰歌上次有人排隊嘅，3號嘅陸小鳳咧上次有人排，9號嘅嘉應勇士咧就上次咧就輕輕有人排嘅啫。排隊嘅情況唔係好踴躍，1、3一對馬都有人排嘅。咁去到第4場啦。嗱，第4場呢場就聽日第一場泥地賽事啦，4班16米。咁啊多人排隊咧就係呢隻2號嘅飛騰追啊，就9號嘅大利好運，13號嘅開心多多同埋14號嘅幸運震撼。多人排隊嘅一對馬就13、14嘅，開心多多13號同埋14號嘅幸運震撼。咁就講講現階段嘅賠率啦，現階段嘅賠率2號馬飛騰追啊10倍嘅獨贏32蚊嘅位置。9號馬大利好運，唔知係咪俾潘頓咧打咗30幾鞭之後開竅啦？上場個表現水準亦都相當之好嘅，衝上嚟好勁嘅。60蚊嘅獨贏大熱門係佢嘅啦，位置23蚊嘅。另外13號馬開心3多13倍喎，14號馬幸運震撼就有少少退熱成功啦，10倍嘅咁啊上場即係個表現就麻麻地嘅，咁啊大家留意啦。咁呢場3大熱門係7、9、12嘅。嗱7、9、12咧就7號年年有風，上次就輕輕有人排嘅啫。9號大利好運咧升班咧上次就好多人排嘅，咁啊10號呢個爆熱咧實上次咧就冇咩人排嘅，即係3隻而家現階段大熱門馬咧就爆熱冇人排，就升班嗰隻大利好運好多人排，咁啊年年有福呢個老鬼咧都有人排。但係呢場就好搞嘢啦，我哋個早餐排隊嘛，即係3大熱門裡面而家開飛3大熱門，我哋淨係得隻大利好運有人排隊咯，大家留意下啦。喂，咁另外咧陳同我哋開咪前好似你幾中意要再追多次呢個幸運震撼。幸運震撼啦，追多次啦，呢啲馬退熱成功咗就唔同睇法㗎啦。因為睇緊前次嗰場實在厲害。係啊。嗱第5場呢係4班就14米賽事，咁啊多人排隊咧就1號嘅一定超，3號嘅一定掂，兩隻一定啦。4號嘅紅衣醒目同埋12號嘅碎炸，多人排隊就重磅呢個1號嘅一定超同埋輕磅呢個10號嘅碎炸。現階段大熱門一定超㗎啦，16蚊嘅獨贏14蚊嘅位置，全熱門係佢嘅，再跟住3號馬一定掂啊，兩隻一定啊，咁啊13倍嘅獨贏39蚊嘅位置，4號紅衣醒目99蚊嘅獨贏23蚊嘅位置，田泰安好騎呢隻馬啦，12號碎炸13倍嘅獨贏32蚊嘅位置，大熱門獨贏位置落咗喺1號一定超身上㗎啦。咁啊，新大熱門就1、3、4啊嘛。嗱，1號一定超梗係多人排咧，順住一面倒大熱門輕鬆取勝。3號一定掂咧，實際要排隊情況唔係好踴躍嘅啫。咁啊，至於4號嘅紅衣醒目咧，上次咧就上半場有人排，掂住差唔多到入閘時間就冇人排嘅，大家留意下啦。不過我都係中意，我中意而家早餐排隊買嗰兩隻，就一放一追，放嗰隻係碎炸。追嗰隻係一定超，因為碎炸我隻始終強調呢個馬今年1600，有啲行家幾張騎喺最好嗰路程係1400。咁啊去到第6場啦，棟哥。3級賽1600米賽事，咁啊多人排隊咧就係1號呢隻就鴻運帝王，就4號嘅美麗同享，就6號嘅陽光勇士同埋9號嘅環笑，多人排隊嘅一對馬就4號嘅美麗同享，9號嘅環笑。咁又講講現階段賠率啦，1號鴻運帝王啊59蚊嘅獨贏21蚊嘅位置，4號美麗同享93蚊嘅獨贏27蚊嘅位置，6號馬陽光勇士63蚊嘅獨贏18蚊嘅位置，聽日就應該冇乜陽光㗎啦。9號環笑啊55蚊嘅獨贏20蚊嘅位置，大熱獨贏落咗喺永遠美麗身上，大熱位置落咗喺6號陽光勇士身上嘅。3大熱門1、3、9，鴻運帝王、永遠美麗、環笑，同哥3隻都冇人排㗎。尤其是上次爆大欖贏嗰隻外遊氣泡個鴻運帝王，上次梗係冇人排，都40幾倍。嗱呢場哇，呢場雨嚟得及時啦，呢個毛毛雨。嗱另外咧，3號嘅永遠美麗咧，唔知咪狀態跌咗喎，上次冇人排嘅。其實9號嘅環笑一模一樣。其實兩隻美麗都係跌咗鑊㗎啦，咁就即係睇下熬翻個底質熬到幾多。但係我中意同樣多啲喎。
你中意同樣多啲，咁我中意還少多啲嘅。好啦，到呢個第7場就3班千二米賽事，咁多人排隊咧就梗係1號嘅真心傳奇咧，就3號嘅非凡達，7號嘅正氣清區同埋8號呢隻紫荊歡呼啊，都係大佬呢4隻馬噶啦。咁就最多人係邊兩隻同哥？最多人排隊咧就18啊，真心傳奇同埋嗰隻8號嘅紫荊歡呼。咁就現階段嘅賠率，1號真心傳奇17蚊嘅獨贏12蚊嘅位置，3號非凡達92蚊嘅獨贏20蚊嘅位置啦，再跟住7號正氣清區啊93蚊嘅獨贏30蚊嘅位置，8號紫荊歡呼13倍嘅大熱門嘅獨贏位置最易係佢㗎啦，真心傳奇17蚊嘅獨贏12蚊嘅位置。今場嘅3大熱門馬137真心傳奇非凡達正氣清區嘅。喺正一路上嘅大本贏嘅真心傳奇，上次好多人排喎，至於337呢一對馬咧，主要話137啊嘛，係啦，就7路有啲人排，3號非凡達完全冇人問津嘅，唔知係咪班次問題？非凡達其實個班次3班都盡地㗎啦，4班頂馬咯，3班就睇下當時嘅形勢同埋對手係點咯。好啦，到第8場呢條3級賽沙田銀屏啊，咁啊多人排隊就梗係啲咩重磅嘅1號嘅金鑽貴人，跟住要嘅驕陽明區，就5號嘅手機標霸同埋11號呢隻越戰越勇嘅愛馬仕啊。咁啊多人排隊嘅一對馬就21啦，驕陽明區同埋呢個愛馬仕。現階段嘅賠率金鑽貴人上場就久有復出啦，即係衝翻上嚟都有少少嘢睇下嘅，就89蚊獨贏25蚊嘅位置，但係好奇怪喎，呢場個配搭。潘頓冇馬騎都唔騎喎，其實好多外籍大師傅冇馬騎，佢即係都冇人騎。即係咪驚佢腳或驚跑冧，驚跌低？定係可能真係梁家良或者馬主中意用梁家俊啦，咁就2號驕陽明區咁就冇咗嘉應高升啦，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嚼翻場3個賽啦，21蚊嘅獨贏13蚊嘅位置，大熱本係佢噶啦，跟住5號手機標霸10倍嘅獨贏30蚊嘅位置，11號馬愛馬仕啊，呢隻馬哇真係 Michael 姐真係搞得好好，86蚊嘅獨贏19蚊嘅位置。3大熱門1、2、11金鑽貴人驕陽明區愛馬仕嘅同哥。咁啊金鑽貴人梗係上次冇人排啦，咁啊另外要嘅驕陽明區有人排，但係排位置嘅啫。其實佢都係揸個紀錄啊！因為上次能夠同呢個嘉應高升串 Q 咧，就同嘉應高升咧串咗6條 Q。5次定6次㗎啦，係啊。計埋上一次6次嘅，6次都算係紀錄嚟。佢仲我翻查過精英大師同好望角都冇咁多，都唔好精英大師同好望角都係唔知3次到嘅啫。佢已上次串成係6次。係啊。嗰次愛馬仕上次爆啦，梗係冇人排啦。去到第9場啦，同哥。第9場呢個3班14米賽事，咁啊多人排隊咧，就1路呢個跨境寶馬，3號嘅大眾福星。就5號嘅元朗精英同8號嘅嘉應奇兵都係呢4大熱門，1、3、5、8，最多人排隊13，跨境寶馬同埋呢個大眾福星。現階段咁啊跨境寶馬上場臨尾個50，即係隻馬走規就相當之唔好㗎啦，咁就潘頓抽住都可以贏翻嚟嘅，咁就31蚊嘅獨贏位置16蚊喎，大熱獨贏係佢嘅喎。咁就另外3號馬大眾福星，咁就上場就其實幾多人排嘅，臨場上半場下半場都冇咩人排，但係入閘前2分鐘好多人排，大家留意下啦，因為上場莫雷拉贏嘅52蚊嘅獨贏17蚊嘅位置，元朗精英45蚊嘅獨贏位置係佢大熱喎16蚊，再跟住就8號馬嘉應奇兵啊78蚊嘅獨贏17蚊嘅位置，3大熱門跨境寶馬大眾福星元朗精英同哥。咁啊，會唔會係嗰次就呢個咩啊？混合彩池被灌入去3大熱門個獨人個位置都好分啊！我都想。1、3、5啊！我冇咩心水啊，都係呢4隻㗎啦。咁啊，第10場呢場2班千6。1、3、5多唔多人排㗎？上次3大熱門你未講。1、3、5 3隻都人排。3隻。尤其是3號咧就3號係好陰濕嘅，入閘前1、2分鐘好多㗎，係啊。莫雷拉嗰場排一檔尾場嚟㗎。初就冇咩人排㗎，臨立閘前咁就大家到時真係留意下呢隻馬啦，因為上次莫雷拉嗰日咧。就殺聲震天嘅，但係淨係贏隻共享富裕同埋尾場呢，即係大眾福星嗰陣時係尾場嘅。但係佢冇加排隊檔喎，係呢兩注最多人排，之前嗰8場冇人排嘅，莫雷拉啲馬係。唔係佢跑過嗰隻嗰隻上次咩啊？嗰隻阿黃志文跑嗰隻跑第5嗰隻咩啊？但呢隻嘅14嗰隻上個禮拜啊，嗰隻就冇人排，大跑第3。咁啊第10場呢場2班千6米離地賽事啦，咁啊多人排隊咧就1路嘅喜蓮勇敢啊，我都查過呢個馬士離地集都曾經係贏過嘅。跟住咧就初跑離地嘅6號太陽勇士，11號嘅精英紅心同埋13號嘅都靈紅星。係13、16、11、13嘅神童啊！16，因為得13隻馬。16、11、13，OK 係啊。多人排隊咧就
1號嘅喜蓮勇金同埋11號嘅精英紅心。現階段1號喜蓮勇金17倍嘅獨贏39蚊嘅位置，睇下黃志雲點發揮啦。咁就6號馬太陽勇士57蚊啦，咁就過嚟泥地跑啦，咁就上場就跑過第2嘅。11號精英紅心，咁就日賽嘅泥地馬。39蚊嘅獨贏18蚊嘅位置，但係因為獨贏位置落咗喺佢身上嘅，另外13號馬啦，都靈福星啦，10倍嘅獨贏39蚊嘅位置嘅，三大熱門6、7、11太陽勇士優才11號嘅精英紅心我同過3隻有人排，但係大家留意下，太陽勇士有人排嘅原因咧就係佢強項快活谷千路啊，今次係初跑泥地㗎，聽日唔知有冇人排啊？早山就有人排，優才就上次2400都有人排嘅，係啦，咁就佢就好搞嘢喎，佢又唔放喎。變奏都唔變奏喎，沿途去到轉彎咧都係第4位，跟住直路爆一段上嚟喎，鬥爆一段㗎，即係當然輸俾隻有目共賞啦。但係試出彩虹啦，少少嘅嘢，係啊，即係唔一定要單騎領放啦呢啲馬。但係初跑泥地唔知點啊？咁11場啦，同嗱3蚊千6蚊泥地賽事多人排隊咧，就係呢隻耀嘅飛輪步啊！上次呢隻馬都係問題多多嘅，7號嘅鐵金剛9嘅超易穩同埋14號嘅東方飛影啊，多人排隊嘅對馬就94。就超易穩同埋呢個東方飛影嘅。現階段2號飛輪步11倍嘅獨贏41蚊嘅位置，咁就如果阿妹唔停賽，會唔會揾佢騎咧？應該唔會啦，我覺得。即係都係成一個熱話嚟嘅。7號鐵金剛62蚊嘅獨贏26蚊嘅位置，9號超易穩大熱門啦，35蚊嘅獨贏15蚊嘅位置，大熱獨贏位置都係佢嘅。14號東方飛影咁就上次擺咗潘頓上去就真係成隻馬又好似超班馬咁樣嘅。撳住嚟贏嘅，咁就賽後都俾小組譴責阿潘頓嘅15倍嘅獨贏30蚊嘅位置，大熱獨贏位置落咗9號咖喱仔超易穩嘅身上嘅。今場3大熱門馬1、7、9，上次贏嘅金勝名區冇人排嘅，金剛同埋9號超易穩啊！鐵金剛自從開咗竅之後咧，就場場有人排嘅。咁啊，至於9號呢個超易穩咧，就上次冇人排嘅，嗰人先跑第3，冇人排嘅。即係179咧就19冇人排，係。而家嗰隻鐵金剛有人排嘅啫，大家計一條死數。不過呢場嘅範圍都好窄嘅啫，應該係5、6隻馬嘅機會較為高啲嘅，有一半應該都係麻麻地嘅。好啦，咁就11場嘅早餐排隊馬講完啦，又係時候講我哋嘅排隊陰濕馬。好快有答案喎！1、2場嘅集中就係第一場嘅就8號呢個威力勇企，第二場就嗰隻6號嘅團結勇士。咁或者而家呢個時間咧，阿神可以講呢個騎師王練馬師王啦，因為過咗5點鐘已經係有賠率出㗎啦。好啦，現階段大家都見到個時間啦，就錄片時間，而家去到5點08分嘅下晝，咁就講個騎師王啦。潘頓大熱嘅9匹上陣馬2.1倍，布文8匹坐騎4倍，霍雲星8匹坐騎8.5倍，楊明倫6匹坐騎17倍，艾少禮9匹坐騎11倍嘅，巴道8匹坐騎25倍，潘明輝9匹坐騎22倍，田泰安啊，棟哥又11場騎足晒啦，17倍，艾道拿6匹坐騎40倍，希威森8匹坐騎45倍，講埋啦，因為啲飛數其實都好勻循下嘅，咁就奧爾文85倍5匹坐騎，蔡明少10匹坐騎35倍，周俊樂7匹坐騎65倍，其他騎師啊講緊係35倍嘅，除咗熱咗喺布文同埋潘頓身上，其他嗰啲其實都好勻循下嘅，講緊係冇過百倍嘅。喂，其實呢個濕原來我哋咪睇電視轉播咪影住阿田丹嘅老婆，原來田丹屋企人過晒嚟嘅。哦，應該有嗰個係哥哥嚟㗎啦，我哋話有一個膚色好。咁好多人就問啦，咁你家人入晒場，就點解冇馬贏？冇馬贏咪冇馬贏係咪先？你家人入晒場咪一定有馬贏㗎嘛？即係等於咩？斯朗拿度個老婆場場又去幫佢入場打，唔係場場都一定包有波入㗎嘛？係啦，咁就有啲人就即係中意就信呢樣嘢啦，信個攤路啦，有時就即係等於騎師列位之生日嗰日一定有馬贏㗎嘛？即係等於聖誕節外節馬房一定係有火雞馬嘅啫。咁啊鄭俊偉啊丁哥好想日日都生日啦，如果係咁樣。咁啊，另外練馬師王方面就熱晒落去阿賽嗰度㗎啦，有啲跨境寶馬呢啲馬喺度，咁就12匹上陣馬1.45倍。羅富全次熱門已經講緊11匹上陣馬7.5倍，希斯10匹上陣馬14倍，文嘉倫10匹上陣馬10倍，容天文7匹上陣馬18倍，廖康明6匹上陣馬28倍，告東尼22倍啦，8匹上陣馬，伍彭志10匹上陣馬22倍，威哥35倍8匹上陣馬，姚本輝6匹上陣馬65倍。其實講緊尤達榮、賀賢啊、沈集成啊、方家柏其他練馬師啲係幾廿倍同埋過百倍開外㗎啦。有冇咩心水啊？聽日嘅練馬師王騎師王棟哥，呢個練馬師王我真係睇在有汗啊！一點四件都冇計。咁你有啲跨境寶馬喺度，咁就冇辦法㗎啦。你而家譬如
你望佢好翻少少，望佢第一場嗰啲八正道啊，你望佢頭兩場、頭三場八正道考硬當競者嗰啲唔喺度唔喺度咧，可能會多2-3蚊啦。不過冇咩所謂啦，買咗先啦。不過14個半又冇得推薦嘅，一輸咗10俾人鬧，咁搞錯。尋日仲14個半，你推薦人買呢個蔡約翰騎師王練馬師王。咁但係而家你買呢兩個彩池咧，你要求好分係好難嘅。係啊，因為其實熱就熱晒，一定係喺嗰啲咩蔡昂希斯、大馬房大騎師。係啦，跟住就騎師就通常就2大澳洲首領㗎啦，同埋個次隊長㗎啦，布文同潘頓身上㗎啦。咁就今日嘅早餐排隊馬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大家留意。咁你6月1號好似有轉播啊？大家留意咯，6月1號喎，咁就日本嘅海外賽事啊，東京競馬場嗰度咧就會馬會就會受住7場嘅日本海外賽事嘅，頭場開跑時間係早上嘅11點10分嘅。我哋嗰日咧就會同阿棟哥大飛咧就做直播嘅海外排隊馬直播嘅，咁就正常開鏡時間咧就出鏡時間就係早上嘅10點45分，咁啊大家留意啦。咁就要早啲飲就係啊，要好早㗎啦，咁就早過平時添嘛。咁就如果大家有興趣玩呢個日本馬、玩海外賽事嘅，就聽實我哋海外賽事排隊馬嘅直播啦。咁就因為我哋真係第一次做呢個海外賽事直播嘅。我睇下反應點咧？如果係反應 OK，我相信都會係經常做啦。又唔經常嘅，半夜都唔使預啦，半夜就唔使做啦，因為都要研究下啲主持啲時間安排。因為棟哥又真係唔識外國馬嘅，棟哥純粹係睇排隊馬同埋沙圈嘅狀態、臨場嘅情況等等嘅啫。咁就好啦，呢度唔阻大家時間啦，咁就記得聽日就開跑時間12點半啦，11場嘅賽事。咁就喺呢度，我同棟哥就同大家講聲，拜拜。